思，台语有意思。逐工一过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阿朱怡啦，头一摆上电视有够歹势，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我上爱去的所在。我逐工透早拢爱去遐报道就对啦。安尼恁敢知影我咧讲倒位？对啦，就是菜市啊啦。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菜市啊。菜市啊，汉字写作菜市啊，罗马字写作菜市啊。菜第3条，市第7条，啊第2条。虽然讲即马有真侪开24点钟的超级市场迄超级市场拢足大间的，阁有冷气通，互咱吹免钱的。毋过我也是较介意去传统的菜市啊买物件啦，较惯势啦。无共时间营业的菜市啊有分做早市，就是下早仔市，甲下晡市。下早仔市就是差不多为透早6、7点就开始啊，到中昼就收摊。下晡市就是食饭饱，下晡差不多3、4点开始出来排，排到差不多天暗就会当收摊。大家拢要等去食饭啊啦，嘛叫做黄昏市啊。等去菜市啊买物件，等去煮，上重要的就是爱会晓紧有青的啦。青就是迄食米单位产地送来。保存状况真好的意思像这粒苹果来看一下这粒有青，果子有青，咱会讲是很慢的。很慢的意思就是迄果子时打慢落来无偌久，足青的。恁少年人若袂晓紧，会当直接问头家，请伊甲恁斗紧。头家，恁这苹果敢有青？有啦，这种今仔日下早很慢的，足青，无你食看卖啊的。有够甜。无你甲我斗紧5粒，来攞来。5粒学习菜市啊，超级市场，早市。下早市、下晡市、黄昏市啊。今仔日咱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，爱记哩，去菜市啊买物件，爱拣个有青的呢，知无？好啦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好食呢。